就是说我们上一周在上的时候呢，很多纠结哈。那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正，刚好就是回应上一周努库所提供的一个想法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上一周最后一页，就是我们上到这里，然后我就用这个来做例子哈。那这个 PPT 呢，跟你们原本的 PPT 有一点点的小差别，就是这个后面这个，就是有刮胡的地方，就是在讲那个腔调的发音的方式哦。我之前 PPT 是写平音哈，那拼音的话是平常我们在说的啦。所谓的平音就是 i d i n i g o matuka tuka aya za akapa 就这样念哈。那这个是比较平常的。那我今天做了一个修正是，努库尔在上一周所提供的一个意见，就是说，在前面呢，把这个长音就是拉高。那这一句的话，长音会放在，就是说那个长音就是那个，就像第二句这个那个冒号两个点那个。那如果说在前面的话，像以这个第一个例句的话，它会放在杜嘎嘛杜嘎杜嘎爱这个地方嘛。那在如果说像这个重叠字应该放在哪里呢？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放在那个马杜嘎杜嘎，这马杜嘎杜嘎，再放在那个第二、第三个横线那个地方。马杜嘎杜嘎哎，对，第三个横线那个地方，马杜嘎杜嘎，哎，知道马杜嘎杜嘎这边哈，第三个横线会放在这边哈。然后这个就是长音放在前面哈。好，那我先来音调，音调后面的话都一样。那这个长音在后的意思就是说，放在那个啊扎这个地方哈，啊都该啊扎这样的哈。然后第三句呢，也是一样，这个上次都有念过，就是重音在后，就是从这个马杜嘎爱先往下哈，马杜嘎爱呀扎这样哈，就那个啊的时候先往下，然后往上一点就是加重音这样，马杜嘎爱呀扎这样的哈。好，这个是声音的部分哈，然后主要是我们上一周因为也蛮纠结的，所以一直没有把翻译的方式去更清楚的去解释哦。那我们可能今天稍微要注意一下这样子哦。那顺便也跟我们几个老师讨论哦，就是说把比较好的翻译哈，我不能讲说比较正确，也就是说比较好的翻译放上去。那经过一周的去求证哈，就是跟曲老他们去求证，在目前来说的话，那个也是一样，因为这个也都是他们通过他们同意的翻译的方式哈。那我现在来说一下，例我们都是一样嘛，都是三句三句嘛，所以例句我这样编号哈，一二三，例句一跟例句二呢，意思都是一样的，只是例句二是比第一句更强调这样子哈。那强调哪里呢？如果说我们以这个为例哈，我们先看那个第一句好了。我们先不要那个阿扎，先不要念哈。Itiniku matuka ai akapa，哦，itiniku matuka ai akapa，就是说，嗯，懒惰的，因为这个重叠词还记得哈，是指所有的年轻人嘛哈。那所有的年轻人们，懒惰的年轻人们，哦，懒惰的年轻人就指很多了，所有的，就是我眼前哈，所有的我眼前的啊，杜嘎爱阿卡巴，就所有懒惰的年轻人们都在这里，这样，一定尼古嘛杜嘎爱阿卡巴，好，那第二句的话也是一样哈。那我们现在我要讲的是那个
音调如何影响那个句子的意思哈。这个不同的音调是如何去影响那个句子。如果我们使用长音在前或是长音在后的哈，那它只是说，呃，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蛮懒惰了。不是说就是说可能仅仅这一些而已哦，或者是说他可能，呃，某个时刻，就是说他有选项，那这些就是这些年轻人可能只是懒惰而已，他可能还有别的选项，就是说还有别的年轻人是有不懒惰的这样子哈。所以他讲的是讲的是这些年轻人哦。我再说一次哈，例句一跟例句二讲的是年轻人哦。Saya ma'min umatukayo，现在今年这呀，今年古马杜卡杜卡呀这样哈，就是说这边哈，所以它有选项的。然后第二句只是强调而已哈，第二句只是强调。然后第三句呢就不一样了，第三句跟一二句是不一样。第三个例句所要强调的哈，一定那个马杜卡杜卡哎呀这哈，他要强调的是马杜卡，他强调前面那个马杜卡的哦，所以他主要是说，嗯，这里的年轻人哈，我就是懒惰的哈，马杜嘎，哎呀，这他就是强调是懒惰的哦，所以他强调的地方会不一样哦。那我们待会哈，我们练习的时候哦，我们来翻翻看哈，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哈，我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哦，中文的翻译，但是呃。我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去希望我们的学习的，还有我们的其他老师哦，可以去理解那个意思啊。一二句是比较客观的，这边有写哈，比较客观的，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啦，就只是说丁尼要知道过来嘛，杜嘎杜嘎这样子哈。然后他只是讲说，他没有强调那个嘛杜嘎哦，他只是说呃有一些人，好、他讲的是人是懒惰的，好、然后第三句呢，他讲的是马杜嘎杜嘎哎哈，就是说是他强调的是那个动作，哦，就这样子，我就不用再讲了哈。一二句是强调那个后面受词那个人，那第三句呢是强调那个动作，马杜嘎杜嘎哎，这样哈。好，那我们往下哈，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后面我有改哈，长音在前，长音在后。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哈，诶，我们上次这个还没讲嘛，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哦，对了，这个是上次剩下的。好，我们来试试看哈，这个好，这个已经变了欸。那个我上次有讲过哈，其实这个阿扎它还有一个那个原来的意思哈，马汉那亚扎有没有？原来如此，那个原来是这样的那个意思。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看看在中文的翻译上啊，会不会不一样？好，我先说例句一，比如马扎，我就用这个腔调哈，比如马扎古白素宁了，好，然后第二句呢，我先来念好了，比如马扎古白素宁了，好，好，第三句，比如马扎古白素宁了，好，比如马扎，好，就是说，嗯、长音在前，那中文翻译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先把那个阿扎先不要看哦。比如马古白说尼呢，他的钱在家里哈，
那如果说加上阿赞呢，应该怎么翻哈？他的钱原来在家里，哦，也就是说，可能可能就是说他有别的选项，可能放在呃银行，还是说就说哈，就是他的钱可能一直他可能是投资家，钱一直放在家里，一下子在银行，一下子在当铺这样子哈。好，等一下，谁举手？保罗，请说。Ano ko, ilu maatsa ko na ku paiso ning ra. 对啊，你有念对啊。对啊，啊，对啊对啊，你有念对。我ilu 现在在 maatsa ko 讲，na paiso ning ra.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翻译哈。那个反正我们的音调就是有改，第一个有改就是按照上次那个 n 过 o 所建议的哈。第一句就是长音在前哈，有鲁马扎。第二句呢，有鲁马阿扎哈。那一二句意思是一样的，只是第二句是比较更强调的哈。好，那现在的问题是中文翻译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文翻译。现在说他的钱在家里哈，那德里安国阿扎，因为阿扎是原来不确定的意思哈。那他的钱原来在家里哈，那这一句要怎么解释呢？我们待会再请教别的老师，看有没有比较更精确的那个中文翻译。现在是要先先确定那个意思哈。如果会翻，他的钱原来在家里。对啊，这只是一个选项哦，这可能本来是在银行，或者是本来在当铺，或者本来在朋友家有一个选项。那现在说啊，本来在抽屉，本来在有马这抽屉还是哪啊，里？还，所以他有个选项啊，有马这个白金呢，原来在家里这样。然后第二句也是一样哈，有马这个白金呢，哦，就是比较确定了啊，就是在家里，他的钱就原来确定就在家里这样子哈。可能会是这样子哦。第一句的翻译可能就是他的钱原来在家里，那第二句呢，他的钱原来可能就在家里，这样有没有比较更确定？然后第三句就不一样了。第三句，这个要怎么翻哈？我们一样从那个他的钱在家里啊，来去做基础哈。我们用那个，嗯、他的钱就是在家里，就是非常确定的哈。我们待会我再问那个国文造诣比较好的凯明老师，看看有没有意见哦。第三句的中文翻译就是他的钱就是在家里，没有在别的地方，没有选项了，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就是在家里，哦，就这样子，没有什么考虑的。耶罗马阿扎或白索尼拉哈，他的钱就是在家里，就这样子。好，那我先问我们的老师哈，我刚刚这样的解释，音调你们大概是没问题了。意义的话，中文意思哈，可以吗？还是有没有别的想法？那我想，我们先想一下哈，几秒钟，我想先请凯明老师哈，看看那个我的中文翻译会不会有矛盾或冲突，看看，诶，凯明老师有在线上吗？我有在线上啊，喂，有没有？是你觉得那个中文有翻译三句的中文翻译会不会雷同，还是说它可以分别出来？那个就因为现场有很多那个就是专家老师们啊，我其实就提供一些浅见的我其实不一定对我个人认为是第一句跟第二句的情境应该是，比如说第一句是，因为我在开车我只能用我用感觉你们在念什么
一路马阿扎哦，第一句的话跟第二句是一路马阿扎，第二句是一路马阿扎哦，第二句嘛，对不对？对，这2句的感觉就是说，那个情境有一点像是，就是说有一个人哦，他突然哦，一直找那个钱包，说我的钱跑去哪了？是不是被偷了？是不是掉了？后来搞了老半天，原来在家里。我是觉得第1、2句的情境是这样，然后第3句的情境应该是说，那个一路嘛，他这个就是说，他的钱都存在哪里呀？都放在家里了，他都固定放在家里了。一路马扎，我要解释的话会这样解释了。以上。好，谢谢凯明老师。好，那这个跟我刚刚讲的好像很雷同，很类似，事实上是一样的哈。好，那这样的话，我来问我们其他的老师哈，有没有别的更好的翻译方式？因为其实这个都很简单啊，只是说中文翻译而已啊。没错，前2句好像都在找钱，就是他不一定是找了，只是说这个没有在找钱，忘记放在哪里了。就是说他有一个选项啊。那个我先说一下哈，刚凯明老师只是提供某一个情境，不一定是说找钱，而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有选项，可能这个钱还是没有，不一定，不是吗？不一定，他只是说有个选项说，亚白基说里可能放在家里，可能不一定被偷嘛，就是说可能放在家里，在哪里啊？现在，原来在家里啊，一路马着，就是有一点他忘记放在哪里了。这个也是情境之一，就是你去想说，看看有任何情境都可以，不管是被偷也好，你想起来也好，或者是说，被谁偷藏也好，反正它就是有一个选项。那第3句呢，就是说，一定你如嘛个，就是在家里了，要白写说就是在家里这样子啊，我没有选项哦，没有跟第1、2句没有。它就是这个第3句的情境跟第一句跟第2句比较不一样。第3句只是在讲说，你的钱就是在家里。你不要骗我，你不要跟我说你没有钱，这样子，这个意思，对，就是没有任何选项，拿奶。那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说，中文翻译哈，所以我先按照我刚刚的哈，第1句就是，他的钱原来在家里，第1句，那第2句呢，他的钱，原来就在家里，加了一个就在原来就在家里，有一点强调嘛哈。然后第3句呢，就是他的钱就是在家里，就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是比较确定嘛，他的钱就是在家里这样子。好，好，对，打瓦沙，没有，我是怕大家会搞混啊。好，那我也跟你好，这个是地点的嘛，这个也都是一样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我们也不要造句了哈，因为后面还有，我们就用这个，然后来翻它的中文，这样子。好，我先来念哈，长音在前嘛。Itira aja materi ko paisuning ra，这个又跟刚刚好像好。Itira aja materi ko paisuning ra，第2句呢 ，Itira aja materi ko paisuning ra，第3句是
伊蒂拉阿扎阿马德里古白苏尼拉这样的。好，我们先请保罗，你要不要试着翻翻看？先念给我们听了，先念给我们听，然后你再翻那个中文这样子。伊拉扎古拉，哎，对对伊对对对，拉扎马德里古白吉尼拉，伊拉扎，伊拉扎。哦，他的钱，他的钱，伊蒂拉就是那边嘛，哈，那里好了。就他的钱原来就放在那里啊，放在这里啊。一定是这里，在这里嘛。伊蒂拉，伊蒂拉在那里。哎，好。第二句个，mana是 be fun。他的钱就原来就在那里啊。哎，就可能第二句我们要强调的话，如果加个就原来在那里啊。嗯，原来就在那里这样的哈，好，就放在那里这样，还是？对啊。第三句个，他的钱就是就是在那里啊。放在那里啊，要加那个马德里嘛，放嘛。好，我先不要讲我的哈，我先请那个能够最后好了，我们来请我看一下今天有谁？今天Alex 好了 ，Alex 刚刚都没有出声，来试试看 Alex，就是念完之后，然后中文意思这样子。哦，让我们比较一下那个中文应该怎么样会比较好。伊迪拉扎啊，米德里古白苏宁拉。如果长音在前呢，你会念吗？如果那个冒号会放在那个T 的T 那个 I 的后面 ，TI 的后面。哦，好。伊迪拉阿扎啊，米德里古白苏宁拉。马德里古白苏尼拉。翻译就是他的钱原本被放在那里。第二句，伊迪拉阿扎阿马德里古白苏尼拉，他的钱原本就被放在那里。好，第三句，伊迪拉阿扎阿马德里古白苏尼拉，他的钱确实被放在那里，这样吧？可以。来，谢谢。好，那个谢谢那个 Alex 哦，他有注意到那个，其实哦，反而那个初学的会比我们细心哈，因为那个马德里是被动嘛，是要说被放这样的哈，被放在哪里这样的。然后那个刚刚 Alex 的中文的翻译，因为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原本就被放在那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原本就被放在那里，或者是就是被放在那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的钱确实就被放在那里，这样子哈。他用确实这个确定这样子。OK， 那我们后面的老师就下一题哈，因为你们已经听到答案了。我们看下一个哈，看一下。如果係啦，那个好了啦，是秀蘭姐啩，又係啦，你來給出秀蘭姐。嗨，好。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他的钱就原来就放在这里，原来就在这里啊。他的钱
那个秀兰姐，如果我们先不要阿扎，你会怎么翻？先不要那个阿扎。钱就放在这里，钱就在这里，他的钱在这里，在这里。伊拉啊，有啦，他有钱，他的钱就在这里，没有在这里哦。伊拉古他有钱，他有钱，那加阿扎的话，伊拉阿扎古白苏宁拉，他原来就有钱，他原来就有钱了，他原本就有钱，好难翻哦。他原本有钱，他原本有钱，对，他原本有钱。伊拉阿扎古白苏宁拉，伊拉阿扎不是应该这样吗？伊拉阿扎古白苏宁拉，他本来就有钱，是吧？好，伊拉阿扎古白苏宁拉，他确定伊拉阿扎古白苏宁拉，他的钱。他确定是有钱的，他确定是有钱了，变成是确定哦。对，他确定是有钱。对。伊拉阿扎好，伊拉阿扎古白苏宁的，他确定有钱，是吗？对，是不是？对，确定有钱。古白苏宁的，嗨，我们好，谢谢秀兰姐。我们再请那个能够好了，能够请有在吗？有在。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有听到声音吗？有，我是说你原本的那个音调啊，长音在前啊。伊拉阿扎，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因为这个最好是两音节，伊拉阿扎，你不是这样吗？伊拉阿扎古白苏没有，因为舌头快打结。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原本就原来我会用原来就有钱，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就是原来比较强调的，原来有钱。那怎么翻？如果要强调，你会怎么翻？伊拉阿，因为我很少用伊拉阿扎，就很难去。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我们就这样，我们用刚刚那个，我们有个规则嘛，就是伊拉阿扎，好，伊拉第一个长音伊拉阿扎的话，我们就说你就加就好了。他原本有钱，好，就这样，他就很普通的，他原本有钱。伊拉阿扎古白苏呢是他原本就有钱这样子。对。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就是加一个就嘛，哈，就原来就有钱。对。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就是比较确定的，他就是很有钱。他确定是有钱。有钱，对。对。对，好，谢谢能够哈。好，我们大概是这样。我们后面都是这样子。那第一个就是说第一句跟第二句的翻译是一样的，只是说如果我们要把它区别嘛，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重点是那个腔调啦。马哈奈亚腔调，像第一个伊拉阿扎，马哈奈腔调是跟平音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上一周讲的，就是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伊拉阿扎古白苏尼拉，其实差一点点只是把那个拉上去而已。那我们现在就是接受那个努古尔的建议，说第一个字就是那个阿扎的前面拉长音，这样子这样比较有区别了。然后第一句的翻译的话，就是说比较普通就是他原来是有钱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强调一下
那马能比强调啥，就加上那个就，他原本就有钱这样。如果有更好的那个中文的表示方式，也提供一下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他确定是有钱的他确定是有钱的就是没有任何选项了。好的，那这个处境的话，一样它还是有选项。像第一句好了，我们就用刚刚那个凯米老师的那个方式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啦，我们现在去吃尾牙然后要付钱的时候，然后我就讲我了，不要讲别人了，每次都讲到巴勒斯不好意思我就讲我了，就是我买都，然后我就东找西找我的钱包在哪里？是不是在车上就是很多那个选项在家里还是没有带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找到了然后巴勒斯说。伊拉照顾白叔你手嘛这样，手嘛原本有钱然后就说本来钱可能在某个地方了，但是他有了那个情境大概是这样，伊拉照顾白叔你第二个呢，伊拉照顾白叔你就是他原本就有钱，不想拿出来，有没有？就是我可能在装了不一定是我忘记了，我可能在装，或者是说有心机或者是说也有可能对也有可能所以刚刚那个情境自己去想那刚刚凯明老师说那个钱掉了，那个只是其中一个情境，并不是说一定会掉。我说我们去自己去想那个情境，也不一定是马刀也许我想要骗钱骗吃骗喝对不对？然后后来受不了了拿出来吧给他再不拜这一术，给他这样就是你原本就有钱这样。然后我再跟你争执嘛，对不对？我跟保罗争执，然后吵完之后，我就说我没有我没有说我不要付我只是忘记在那里，我就是没有钱我觉得我只有没有钱然后保罗就可以讲第三句给他这白提出就是你确定是有钱的啦，不要骗我这样子。对，马来情境大概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再往下没有了呢。好，我们就换新的那个等一下我先跳出来今天的 PPT 今天上传的。等我一下。其实我们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因为它没有任何那个，它是用那个声音去辨别的。还不是那个字，明白这个字呢，是那个音调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PPT 可能我晒过了这个课程你打你好，好。好，现在语调练习那个翻译的方式都是一样了。好，这个是今天的在各种句型的运用一样还是这，然后等一下会有问句的那我们等一下会用问句，然后我们就一问一答这样。我直接下来这个如果你用手机看可能会很小因为我忘记把它分开来。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一句啊。好，我来念一下。这个就跟刚刚的一样吗？这个我们就这个是刚刚讲过了嘛？来，好，这个哈扎跟哈扎的用法现在是问句来噻，你看第一个一般动词的问句那哈扎就是又是又要这样子好，minanam haza jingra，好，问句minanam haza jingra。好，我先来念完minanam haza jingra，问句嘛minanam haza jingra，minanam haza jingra。那个 Alex， 仔细听你看因为它是问句因为像我们海岸的海岸的比较少在后面放那个好这样因为我们没有 how， 所以我们都用那个腔那个，所以你要仔细听你看我先念直述句，我们的 how 是 how ho， 我先念直述句minanam haza jingra，这是直述句老师应该是米马案呢，minanam minanam haza jingra，mimaan haza jingra，这是直述句mimaan haza jing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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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问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清楚好，那个他什么意思呢？mimaan jingra 就是说他在做什么那这个就是说mimaan haza jingra 他又在做什么这个什么意思我先把情境说出来让大家先有个概念，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是真的问就是真的在问说mimaan haza jingra，他可能一下子做木工，一下子当那个服务生，一下子又当演员，这样一下子又是老师，这样的mimaan haza jingra，就不知道，我不是很清楚他在做什么，因为有很多选项就这样这个情境。那第二句呢，mimaan haza jingra，他又这个要怎么强调又要做什么？他又在做什么？这个跟刚刚第一句一样。我们先想一下怎么样强调会比较好？第一句就是说他又在做什么？他又在做什么？或者说他又要做什么？那第二句要怎么强调？我们想一下。第三句呢？你们在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那个蓝色的字这个就像我们常讲的就是我知道，比如说呀娃娃里，他又闹事了，我知道这个娃娃又闹事了，我知道，我们就会讲这句弥漫还在过来娃娃，就是说又是在做什么，就是我已经知道了，而且是很确定的，可是我们会讲这一句是说弥漫还在，就是说是确定的。并不是不知道已经确定了。我不知道那个法律你们会不会？你们那边有没有这样讲？并不是真的在问而是早就知道了，就是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做。明白还在给书这样，并不是说我不知道好的的意思就是有点像说，他又来了，
他又来了，对对对就是又来了这样。对对对，你们又来，啊，他又来了，又要做这件事的，对对对，这样的并不是，对，并不是不知道哦，前面是不清楚。那第三个是明白了，再过来娃娃就是知道啊，又搞事了，又这样了，这样的。对对，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他那个中文字就是说，我只是在做确认而已哦。可能警察局打电话来，哦，知道了，明白了，再过来娃娃，妈，你都就又来了这样的哈。明知故问啊，有点像明知故问，因为我们看那个看那个字是疑问句嘛，明麻安有没有？明麻安通常是说做什么哦，有没有？可是其实像第三句的，我们知道他做什么啊，我们已经知道，只是说好像有一种有一点像生气了，或者说有一种无奈感这样子哦。我就是那种很像明知故问的意思了。把那一多可是还是要用明麻案这样，所以这边讲说用明知故问，或者说进行确认这个意思哈。那这种语境的话，其实我们原住民都知道了。那像 Alex， 然后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理解我刚刚讲的第三句的这个意思。老师，那个第三句的声调我还来不及记耶，可以再讲一次吗？就是咪嘛那扎有没有？反正我们第三句都是啊扎这样，咪嘛那扎这样。那个吉拉的声调，其他是咪嘛第一个咪嘛啊那扎，咪嘛啊那扎哦，第一个是咪嘛啊那扎第二个呢是咪嘛那扎，咪嘛那扎哈扎，咪嘛哈扎。我刚刚都念啊哈哈呵，咪嘛哈扎，咪嘛啊那扎。你们很这样，你们和在吉拉，你这个比较像第三句，明白在紧了。哦，是啊，对。那通常第三句的话，因为我已经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又来了，怎么又在做这种事？我问 Alex， 就重复做那种事的感觉了。你看我问你 Alex， 如果我用中文哦，你看，比如说那个某某某，讲我就好了啦。明知故犯，明知故犯，你会说哇又来了，那这个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他做什么？对，知道吗？知道。可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主语他又用疑问词，明白他这听了，它是疑问句。表现方式是用疑问反问他，反问质疑他，然后其实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的。对，就是说可能会有一点矛盾，可是虽然是用疑问句可是知道他在做什么。那假装不知道。没有假装哦，没有假装。我知道，但是我故意用问的方式假装我不知道，那这个意思。对，但事实上明白，像我们刚刚的情境，我用刚刚的情境是说我的小孩闹事了，那我知道闹事，因为警察跟我讲了，我就会问说，有可能自问自答，也有可能问我的太太说，明白他知警察，明白他知过来吗？就说，并不是真的在问了，那只是说在做确认，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就是说又来了这样子对，表达当下的情绪这样。对，可是，在主语的这个句子结构当中，它又是疑问句。对，那这个是比较很特别的。那一二句呢？第一句、第二句就很清楚，就是我不清楚他做什么。你蛮还在紧的，我也不晓得他在干嘛。就是说他在做什么。就是他在做什么？那第二句呢？他又在做什么？他又做什么？然后第二句是他又在做什么？他又要做什么？马拉桑啊，在这边咯，讲就好了。
这个是第三句，对啊，这个很清楚啊，很清楚。对对对，好，这样好了啦。请把它。给你忙啊，跟我们说。哎，是啊，其实都是啊。问，在没有，我们讲那个好了。第二句是啊，第二个例题。马拉桑哈扎吉巴罗。哦，你要造句哦，哈，你要造句，还是啊？好，我们这样子啦。因为这个问题，我第一个例题还没完成哦，因为它是疑问句，所以因为我们都会回答嘛，主要是针对那个 Alex 哈。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你们还在进了，然后我们的回答就是按照那个，就是米迪里还在进了啊，米迪里还在进了，就这样子回答哈。就是说怎么问就怎么回哈，这个是一模一样，就把那个马案变成一个确实的动作。米迪里，因为米都可以。哎，那我看一下哈，我们应该怎么练习呢？这边应该是说学员老师进行一问一答哦。那我们先第一个例子啊，第一题先用示范好了。我来问那个 Alex 好了。Man hadza tinggal。米萨拉玛和在金拉，米萨拉玛和在金拉。我想一下哈。那我问你哦。我问的是，我念的是1、2、3，哪一个？1呀。1哦。你们hadza tinggal。你们和在金拉。3了。哦，3了哦。你们hadza tinggal。然后第一句的话，你们hadza tinggal。你们和在金拉，米萨拉玛和在金拉。哎，如果你看哦，像因为直述句的话，其实3个都可以使用。那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哦，因为其实都可以使用。你看哦，第一句，如果我问你说你们hadza tinggal，然后你可以回我说你selama hadza tinggal。我讲的是第3个哈，那个第3种的，因为重音在后嘛，你selama hadza tinggal，它就是在玩这样子。事实上可不可以？可以诶。那如果说用第一个呢，你们hadza tinggal，你selama hadza tinggal，其实这样是最好了，就用对应的，你们hadza tinggal，你selama hadza tinggal，这样，你们hadza tinggal，你selama hadza tinggal，这样也可以了。那事实上3种方式都可以回。对。可是用最后一句回比较好。因为是比较确认嘛。比较确认。是啊。那我们现在要一问一答的话，我看，是啊，我这样子好了。我先跟保罗来问答第2个例题哈。Mga kita, mga Paulus。那么到过了冰修到过了第2个例题，各位标记。Cima。嗨，各位理解。是啊。Cima hadza ku singsi numita。mana supi。Sauma hadza ku singsita。也可以的。Cima hadza ku singsi numita。
至少嘛哈扎，都好像也都可以哈。哎呀，至少嘛哈扎古信息的。至少嘛哈扎古信息努米达，至少嘛哈扎。变成问句了。因为都是问句啊。其实第三句。至少嘛哈扎古信息的。马上就必会。其实第三句啊，至少我们还照顾信息的，就变成这样。也前面要加含义了。那个好，现在确认那个 Alex 哦，那个因为你看哦，像这个啊，第一个例句、第二个例句的问的时候，直接回，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嘛。我不知道是谁，所以你直接回几首嘛也可以。讲这个叫简答嘛哈，几首嘛那个完整的回答就是全部念哈。几首嘛还在不行行的，可是第三句哦就要含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回答的人很肯定老师是谁。对，已经知道了。几嘛还在不行行的，已经知道了，然后只是明知故问的没有？这边呢？这个就真的是明知故问，今嘛还在不信心的，几首嘛，今嘛，真的是啊，至少嘛是，要不然谁这样子？就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只是明知故问啊。对，或者只是说在进行确认这样，今嘛还在不信心的，你都骂了不几首嘛？可是我就是要问一次哦，今嘛还在不信心的这样啊？几首嘛，今嘛还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哈，可以理解哈 ，Alex。可以，开始。起码完事。好，是这样子啊。是那个让那个谁，秀兰姐他们都凉凉的啊，先让那个秀兰姐先好了，然后我们就任何人可以回答了哈。不过那个秀兰姐，提案你翻译哈中文，现在是这个哈，其实都蛮迷你在打样个中文哈，咪basasakan ko中文咪bagaimana？好，你猪啊阿扎吉嘎糟，嘎糟又在哪里？你猪啊哈扎，你猪啊哈扎吉嘎糟，嘎糟又在哪里呀？一样哈，你猪啊哈扎吉嘎糟，嘎糟现在在哪里？嘎糟又在哪里？不知道。你念的是第二句还是第三句？全部完了。念完了吗？猪啊哈扎吉嘎糟，这样子哈。我念完了。好的。那像刚刚第二句，因为你的第一句说，嘎造又在哪里嘛？那如果要怎么强调会比较好呢？一说哈扎吉嘎造，其实它确定是有被强调。还在找。如果好像可以加到底，对不对？一说哈扎吉嘎造，嘎造到底又在哪里？在哪里？又在哪里？那个到底是强调。对的，是强调吗？那第一个就是又在哪里？这样，嘎造又在哪里？这样，到底又在哪里啊？这个就比较强调了哈。那第三个就是，第三个你会怎么翻？嘎造确定在哪里？对，嘎造又在哪里？也不是。我们的情境，目前我们的对于情境是 OK 的哈。那个语法的情境，只是那个中文翻译在翻法上
像到这边又有一个困难点哦，问句的地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中文翻译？对啦，第3句。想不起来。阿古还是如果还猪啊，哈这个章。哇，这一组啊，一组啊，这嘎造又去哪里了？又去哪里了？可是这样会不会跟第1句、第2句又那个一样的？又在哪里了啦？打造又在哪里了？想一下哦，我看对照一下。第一个是嘎造又在哪里嘛？第二个是要强调的话，嘎造到底又在哪里了？那一抓哈这嘎造，在哪里的？一抓这个造，这个就不见了，这个就不见了，在哪里了？在哪里了？它就不见了嘛。没有不见哦。嘎造又在哪里了？这啊，我都负负得正啊，这个照啊，我都负负得正就消失了。马上给美国再交代，这个照我都aku no我抓tu melalui还是tu Biculinho这个照。这个其实我们就这样了，我们就用像这个一样了。Mafanato kita cima cingla, mafanato kita biman cingla, mafana kita itsua cingla，这样，只是说我们要去确认，怎么讲？去确认，或者说明知故问。改造现在哪里？哎，又在哪里？这个造。哦，我想起来了。确实在哪里吗？改造是能去哪里了？什么？再讲一次。就是改造是能去哪里了？能去哪里啊？哎，就是伊拉罗马这个造的，一抓哈这个造，他告抓这个造，改造又能去哪里了？对，还能够去哪里哟？对，还能在哪里？这样子。还能在哪里？啊，对，也可以这样翻。又能在哪里？对，还能在哪里？对，他当然在家的意思啊。哎，对，躲不掉的意思啊，哈。对，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哪里，还能在哪里啊？对，还能在哪里？来，罗马去了，我去了。还躲不掉这个事情呢，躲不掉在哪里了？一抓这个照一滴啦，一路嘛，哇，路嘛，你看当咋等？这样可以哈。所以那个中文翻译的话就是这样，还能在哪里？还能在哪里呀？对，哇，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哈，还能在哪里？啊，那我这个下一题，后面接的就很顺了。哎，那如果下一题接给你，下一题，如果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喊你给说啥？有了吗？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买的那会儿，哎，如果在吗？还是咱们本来还是我们先把韩寒来的，他可能听错听反了哈。Matingila kung ihara marihaw sila mamanay malalisa magkamaway。好的，最近有流感哈，把它弄给他10分钟哈，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好了，好的。
不好意思，刚刚拖了一下时间。来的，再读给他。Uno mina nama itu soal no pamsa itini jalai ai iratu kita. Wow. Iratu. 好，我们刚是上到这里嘛。那我们还是请挪过好了，像这个第2个大题这边，然后请你提供一下这个你的念法，然后中文翻译这样子哈。好。Ano irahat sa ko tayar ni Katsaw? 哎呀，哎，马比翻那么大啊，有听到吗？有，我那个网络有点不太稳。我们有听到，没有听到。有。好，要翻译是不是？哎。Ano irahat sa ko tayar ni Katsaw? Katsaw又有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工作？是这样的意思吗？哎，你看哦，因为我现在用手机看不清楚，我那个笔电哦，网络不稳。Sekatusa. Ano irahat sa ko tayar ni Katsaw? Katsaw. Irahat sa ko tayar ni Katsaw. Katsaw其实我们那个阿怒，我们也可以翻成那个为什么。Ano irahat sa？为什么Katsaw又有工作了？这样吗？还。可是这个比较像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强调，你会怎么强调？Irahat sa Katsaw怎么又有工作了？怎么又会有工作？怎么又会有工作了？可以这样翻吗？可以。就是我们第2句其实是比较头大，就是说因为要强调嘛，不知道要用哪一个中文字去强调这样。对，第一个的话比较好讲了。为什么Katsaw又有工作了？然后第2个是怎么又有工作了？不是跟第一个一样？一个是又有工作了，又有工作，怎么又有工作？又在加强，怎么又有？为什么Katsaw？可是你前面已经有为什么了呢？为什么Katsaw又有工？你说第一个吗？第2个，因为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为什么Katsaw又有工作了嘛？对不对？然后第2个是怎么又加了一个怎么？是啊，那你要怎么讲？为什么Katsaw怎么又有工作？这样会很怪。为什么？Ano？为何Katsaw又？为什么？对呀，这样也很奇怪。对，没有关系哈，反正我们只要知道说。Ano irahat sa ko tayar ni Katsaw？只是强调了，如果说真的找不到那个中文的方式哈，就跟一模一样。Ano irahat sa ko tayar ni Katsaw？反正麻烦那给他第2句是强调嘛。对呀，我知道是强调，可是强调就好了，因为你加什么词都不好加。对，如果说加不上去，就用原来的第1句的那个方式就好了。好，第3个，Ano irahat sa ko tayar ni Katsaw？
看不清楚那个字。爱拿高也可以啊，反正南岸都随便写。Ano irahatsa ko tayal ni nakaw mikatsaw. 为什么？ Ano irahatsa? Ano irahatsa? 你会怎么翻？ Ano irahatsa ko tayal ni nakaw. 等下，我想一下，先让其他人，我想一下。好，像如果我们要回哈，如果说第一句、第二句当然都可以回嘛哈。如果第三句我用一直呢？你完整的你翻翻看。为什么改造一直都有工作？哎呦，哎，好像可以啊。对啊。对，没错。对啊。怎么啊？这也可以用怎么了？像刚刚我刚说为什么，现在也可以用怎么哈？怎么改造一直有工作？怎么一直有工作？怎么一直？哎，为什么改造怎么一直有工作啊？对，怎么一直有工作也可以啊。对，为什么改造一直有工作？对，而且是很确认嘛，他一直有那个工作，我们确认。只是说因为有阿努，为什么一直有工作这样？因为阿努有两个意思嘛，一个是如果，一个是为什么嘛。那如果我们要回第一个跟第二个，我们怎么回？阿努伊拉哈扎古的那个字，哈根诺，翻哪个？好像都可以哈根诺哈。哈根诺，起码没修改呀，其他那个啦，大呀，变成这样。问原因不知道是谁介绍给他的工作啊？像阿努伊拉扎古的那个，这个可能跟我先讲一下哈，像第一个例题这个比较好回，像找一个地点就好。一组啊，还在几个州？一路嘛，还在几个州？然后就是个州就在家里啊。哦，那第二个例题，第二个例句的话，第二大题啊，这个好像只能讲确实的原因，或者是讲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他要问那个嘛，问那个原因嘛，说为什么改造有工作，又有工作，啊，跟弄，对呀，就是不知道，就好跟路就好了。对，这个没有办法在那个句子那边回答哈。伊拉这个还为什么改造一直有工作？这个没有办法照那个句子回答，这个好像要，保罗，如果你看哦，像我们再回头看这个，你看哦，从那个你曼还在这个啊，米纳诺还在这个都可以按照那个句子回嘛哈。第二个也是，这扫码还在过信息那么的，这个也可以啊。一抓还在这什么，一路嘛还在都可以，这个也可以。好像这一句不行，对不对？没有办法按照那个句子回。伊拉还在过的那个走。我想为什么这种原因？哈根路啊，就哈根路了。哈根路，要不然就是讲真正的原因，讲真正的原因也没有办法照这个句子嘛。哈根路呢？tak嘛，米带上啊，努上你了，嘛带啊，带也不带了，变成这样。对，我的意思是说，努嘛 forget 啥，不知道啥，就是哈根路。对啊。那如果说知道的话，也没有办法套在这个句子上哦。套不上去还。安达，伊拉还在等这个走。
没有办法套，就是要讲真正的就讲很清楚的原因了。这个没有办法套那个句子。为什么？可是那你故事还是个怎么带呀？嘛你啦？对啊，就是没有办法套那个句子啊。对啊，我们前面的都可以套那个句子，可是这边好像不行。变成知道还更怒了。对，还更怒一个如果知道原因的话，就讲那个原因嘛。所以跟的句子没有办法讲这个句子了，对不对？是可以回。Nukul, tanaman nukul. Soalnya enggak ko ra. Soalnya enggak ko pacawiin ako. Ano ira hatsa ko tayarin ni katso? Ira aja. 可是我只能这一句啊。对对对。不然就是哈根努不然就是ira aja，就这样而已了。那你不是跟我讲废话吗？哎呀，对。ira aja ko tayarin ni katso是可以这样回来，可是你不是跟我讲废话吗？ira hatsa ko tayarin ni katso，还能够ira hatsa ko tayarin ni katso，对不是？我还是不知道。ira aja ko tayarin ni katso。讲废话。对啊，所以这一句比较那个，这一句比较没有办法套。那个像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像那个一左阿扎古几个招，我们可以说一罗马阿扎几个招有没有？对，可以套那个。可这边好像只有刚刚。为什么的话就，除非你要讲废话的话，就可以讲这个了。ira aja ko tayarin. ira aja。废话嘛。Matamak sunukul。完的。对，这个其实就两个答案而已，ira aja，哈根努呢，就这样而已了。对，那这个的话就像比较不好进行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这一句的话，就要讲一个比较实际的原因。那这一句呢就套不上去。对，除非像用过了那个刚刚的那种方式，就是废话、肺炎的。肺炎。没错。肺话。真的，我们通常你不觉得吗？人家问我们，我们都会这样回答嘛。ira aja ko tayarin。我们就很自然的这样回应。等于就是没有回答，因为那就是废话嘛，就等于没有回答。还有我如果问说ira ko kain ni Paulos ira就这个怎么分呢？那等于是废话。我会回应说，你说巴路为什么会有女朋友，是不是？然后我就说怎么分呢？对，我知道。那我的意思说，我们没有办法套嘛。对对对，这个比较讲就讲一个真正的原因，这样。因为他前面有加一个安怒，为什么比较不好回应。不像其他的一组啊，这个可以直接换。就很好接。换那个，这个的话也直接换，把那个妈按换掉就好了。这个吉妈，这个妈也是换掉就可以了。那一组啊，比如妈就可以了。这个阿怒就不行，就这样子。那我们再继续，刚刚是很炸的哈，这个其实应该后面都是一样的哈。我来看看哈，那米曼呢？这个好像都一样的。米曼在今呢，他又在做什么？那还炸，那是还炸的哈，那个是米曼呢在今呢，米曼在今呢，你们安静了，他做什么？那米曼呢在今呢应该怎么翻？
他只是在做什么吗？哎，等一下，我们想一下那个其他的老师也许미만 짜지라. 미만 짜지라 미만 짜지라 미만 짜지라. 미만 짜지라. 他做什么？他只是在做什么？这个要怎么做中文翻译啊？미만 짜지라. 他想一下他在做什么？我们想得到吗？那个秀安姐，他只能做什么呢？你类似这样的意思。미만 짜지라. 他只能做什么呢？吗？好，他只能做什么吗？呢？他只能做什么呢？意思好，这样了，也可以，或者是他只是也可以用那个只能，好像比较好。他只能做什么吗？他只能做什么？然后第二句又变成加重的话，他又只能做什么呢？对，那我就会回说，你们那个家，他只能当酒鬼啊。太大了，对。我这个举个例，他只能当帅哥。比如说，你们那这姐，比如说，他只能当帅哥了。人5年个班男人，他只能当帅哥这样。你们那这他就只能当帅哥。我这个是回答哈，我再给你回答给你。你们那这姐，比如说，我不招呼你。他就只能当帅哥哈。미만 안 짜지 바로. 他又只能做什么呢？他只做什么？他只能做什么？他只能做什么？他只能当老板。미만 안 짜지 바로. Iki malah tahu gitu satu ya kali lasang ay. miman 안 짜지 바로. 如果当因为我miman 안跟他miman 안是这个动作嘛，我刚讲的是植物马拉刀比这个好像不太适合。miman 안 짜지了，这个其实还是一样啦，就是找一个工作用咪的就可以了。mi kasui, mi man, mi celem, mi sutik, mi maan, mi patiker 都可以了。就是说很多选项嘛哈，mi man 안 짜지了，mi sutik 안 짜지了，mi celem, mi patiker。他只有钓鱼而已，这样只是钓鱼而已。好，那我再整理一下哈，就是说miman 안 짜지了，他只是在做什么？因为我也不晓得他在做什么，他只是在做什么，我们就可以回说你빠진 안 짜지了。也许我们再加一个哈，miman 안 짜지了이 하루。你빠진 안 짜지了，没有要做别的，就是빠진 안 짜지这样哈，你빠진 안 짜지了这样，他只是在钓鱼射鱼了。然后第二句呢，miman 안 짜지了이 하루。他milang ya 짜지了이 하루。就这样子，就在河边游泳而已啊。那中文的话就是强调他只是
他只是就在钓鱼而已，还游泳啊，他只是就在那边游泳而已，海边游泳而已。他就只有在那边游泳而已，就这样。然后第3句 Dimana za 听了 Dimana za 听了 Ibarakah za 进来alu。等一下哦，这个 Mandabi 中文翻译不利。我们刚前面的全部都解决了，剩下这个 Dimana za 听了。他讲一下啊，他在河里。Dimana za 听了，Dimana za 听了。他在河里，他在河里。其实我在鼓励海哦，Dimana za 听了，Dimana za 听了。你把它盖起来压了，他在河里。想一下，前面换掉就又不好翻哦，参考一下前面，再回头看一下。一抓这个章，他就只能在河里放鱼笼啊。你们哈这听了，如果我们用刚刚的，可以通吗？呀，你们呢？这好像可以通诶，那个这个，你们哈这有没有？我们跟那个你们哈这听了，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个又在做，又在干嘛了？有没有？啊，如果这边可不可以用？因为这边的翻译不一样，明白啊这，明白啊这听了，明白啊这听了。他只能他你把它嘎它扎起来压了，他只能在河里放鱼笼。所以我们那个第3句哈，第3个例句，我们的回，可能就是还蛮能还在，有没有？蛮能还在。我想一下啊，这个中文翻译有点困难。你们哪扎进了？你们哪扎进了？他做你们哪扎？就这样而已。来，呀，那个慢，中文很慢很慢，你说前面2句会呀不着样，不是呀，你们哪扎进了？慢的说比中文翻译可以翻吗？你们哪扎进了？薛兰姐，你可以翻得出来吗？加上这个情境，他就只能做这个。什么感觉过来？像我们刚刚好，你们还在紧了，他又在做什么？有没有？我们刚才说他又在做什么？他怎么又在做？他又在，就说我们知道他做那个事嘛。你们还在紧了，他又干嘛了啦？这样子。他只能做什么？你们呢？好，这个好像就是还是它只能是个问句呢。对啊，他只能做什么？你们哪扎？他只能做什么？
这样子好，我们来请教那个 Alex 好了，看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他总是会给我们一些经验，这样。看有没有惊奇一点。像这个第一大题，这个，一样哦，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个就是跟我们刚前面讲的，只是说那个中文翻译，看看你会怎么去解释它这样。那我们从3个例句你念念看。Iman ada jina。我会觉得说，他就只能做这个呢。好，没关系，我们先听 Alex 看看。Iman ada jina，他只能做什么？Iman ada jina，他就只能做什么？Iman ada jina，他确实只能做什么？这样。那我们先看第一句，你会怎么翻它？Iman ada jina。Iman ada jina，你会怎么翻中文？他只是在做什么？他只是做什么？然后Iman ada jina，他就只是在做什么？Iman ada jina，他确实只是做什么？确实只在做什么？这样。他只是在做什么？只做什么？像我们再从头哦，像你看哦，这样，我们先先不要念哦，你们安静了哦，就是说他在做什么？你们安静了，他在做什么？加呢？加是有指示或者仅仅，你们安静了，他只是在做什么？那只是在做什么而已，这样啊？做什么而已，没有做什么大事情的这个感觉。他只能做什么？你们安静了。它的意义上你可以理解吗？我可以理解，就是我感觉他就是你只能做什么？他只能做什么？他还能做什么啊？对，他只能做什么？他还能做什么？因为那个蔡宗涵的那个线上字典，他那个阿扎有另一个翻译跟阿扎是一样的，就是又或在。我想说是不是就那个说话的习惯上，可能翻成他又在做什么？也有可能，像我们那边那个阿扎跟阿扎这个其实也常常混用。对，像我们村就会混用，所以我自己也会混用。所以我只是在今天把它刻意分开，就是按那个 PPT 来去看。对，就是教材上分开的是平时说话习惯。对啊，因为其实蔡宗涵是成功的嘛，跟我们很近啊，那海岸的。是这样。好像是成功的，我也不晓得，感觉上啊，对，还是哪里的我也不晓得，都兰的吗？不知道。这个是马昭昭那三明里，好像是，那就是成功啊。对啊，成功啊，很近啊，骑车20分钟啊。所以你们按那咋讲呢？这个就是说，他只能做什么？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他只能做什么？那你们那咋讲呢？他就只能做什么吗？他就只能做什么？可能只是把第一句强调而已啦，只是说那个中文不知道用什么字强调。如果说强调不出来，就大声讲吧。对，我大声一点就强调了。对，那第三句呢？第三句好像困难一点哦。你们那咋听了？因为有一点那个意思，说你还能做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样子哦，比如说你看哦，其实我的感觉还是跟刚刚一样啊，就是他比如说，巴洛斯的现在就是当老板，哦，哦，当老板，哦，他没有要做别的了，哦，明白了，这金了，他就只能当老板了，这种感觉嘛，明白了，这金了，虽然我到给个饭安你了，这样子哦，他只会高兴了哈，他终于脱离头目啊，终于脱离酒了，他只能当头目了，明白了，这金了，等我头目，哎，头目过个饭安你了，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对，好，我来问一下那个秀兰讲了，大妈该说那个，还是可以同意吗？够了，你觉得呢？可以同意。我觉得你这样子回答会比较清楚。对嘛，哈。哎。对啊，明白了，在乎经济保护。係，問題係得我到幾多個班呢？明白這樣子。對，要回答那個問題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對對對對。因為像這個，我們再回到剛剛一開始所講，像第三句啊，雖然我不是有講說，我不是跟 Alex 講說，雖然他是用疑問句哈，可是麻煩那都給他沒有要問。可是我们的那个好像是我们的习惯，就是用疑问句的方式。是阿努米马夫吉拉在教的努邦扎，他以为是在问他，阿努能韩国那迪丽莎里，以为是在问，可是我们有在问吗？没有啊，我们只是在确认，有没有？明白那这经啦，有没有？他要不然他没有。他不会做别的，那明白了，这件他就只能做这件事啊，这样子，对，所以我在鼓励还呀情境在鼓励在，可是，在我们的那个结构，把这属疑问句，看到其实有时候会考虑很多那个中文要怎么翻呢？对，所以希望在ilang to ko pa chao fa ya mo fa na to kaya wa。因为我回答问题，这个是对话啦。我想说跟 Aaron 讲哈，像第三句啊，第三句它是，一二句哈，是真的不知道，所以就要问对方。然后第三句呢，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处境，就像我刚刚说的，法洛当了老板，当了头目，然后，那我会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人有疑问，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当老板？那我就是去确认，或者说明知故问，那他能当什么呢？他就只会当老板啊。我知道他做了这件事哈，可是，在那个主语的结构，他是问句这样子，但是我没有要问，我只是要更确认这样子，明白吗？这情况。可能有到给搞办案例了，这样子。哎，这样就是这样。我这样解释可以理解哈。搞办案多。对对对，好的。好，那我第二个大题，我把这个重任交给保罗好了。第二大题。妈形动词，是吧？可以吗？慢慢这真的买到真的。几个走？几个走？第二大题哦。Paunting jika走都下你呢？好，那中文翻译呢？妈那这几个走？妈妈安吉嘎造就是嘎造怎么了嘛？哈，嘎造怎么了？妈妈安吉嘎造，
啊，努加了阿扎，嘎造又怎么了？哎马拉桑啊，就这样子嘛，哎马拉桑啊，哎马古拉路嘎造，哎马古拉路啊，这几个这样的哦。那第二个也是就强调哈，只是强调就好了。妈妈那这几个造，嘎造又是怎么了啦？哦，中文的话就大概是这样去强调就好了。嘎造又是怎么了？又是怎么样了？哦，所以这个哈，有时候那个尤其像第二句在做强调的时候，中文翻译我们可能就自己找那个能够去强调它的，可是尽量不要那个强调的那个字，尽量是最好是不要有另外的主语可以翻的，这样会很矛盾。哦，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哈，大家能不能举得出来？比如说像这个第一句哈，妈妈啊，那这嘎造我们不是翻成嘎造又怎么了？好，那第二句呢？妈妈那这嘎造嘎造好像也可以用到底哈，因为这个到底我们的主语也没有可以翻的嘛，好不好？哎，慢，到底有啊？哎，有吗？到底有啊？主语可以翻得出来吗？嘎造到底又怎么了？这样就有强调啊。可是那个主语的话，这个到底有这个主语的字吗？哈基亚有吗 ？Alex， 你觉得有？哈基亚是吗？哈基亚可以翻成到底。哈基亚好像是哈基亚，哈基亚，哈基亚是吗？哦，是吗？哦，好。所以我的意思 ，Alex，你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强调，我们要使用中文强调的时候，尽量找那个主语没有的。哦，好。对，要不然的话会有矛盾。说，哎，如果说我们主语可以翻得出来，哎，那你为什么这边前面没有那个字？可能就会被人家反问了。所以我们尽量找那个强调的词是主语是没有的。把它修到那个，对，甚至于就是说符合它的那个意思啊。甚至于是说主语翻不出来的也可以，主语没有的或者主语翻不出来的都可以拿来做强调，这样就比较没有问题。这样子，因为为什么？因为主语的那个字都一模一样嘛，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因为腔调的关系，又让它的意思又差别的话，那我们就尽量找那个主语翻不出来的那个字去用，这样可能会比较理想。好，那第三个，妈妈呢？这个照，这个妈妈啊，那这个照，个照是能怎么样啊？对不对？把这妈妈很改造到是改造是能怎么样？仿制它是能怎么样呢？对不对？改造没事啊，哎，妈妈呢？这个妈妈呢？这个照，妈妈呢？这个照，仿制不得别人你了，妈妈呢？这样，妈妈呢？这，哎，妈妈呢？就回答，好像直接就回妈妈呢？这就这样而已了。哎，妈妈呢？这没有怎么样啊，就是他的身体很好。所以像那个妈妈呢？dia memilih saya punya raya mata saya,妈妈呢？这真就这样而已，回答就这样而已。妈妈呢？这个照啊，嗨，妈妈呢？这啊，就这样而已。还是我的回答大概就这样的啊，还少，还，OK，我们再继续往下哈。哎呀，我们好像混太多了，哎，赶快讲一讲，可以讲完。好，这个你做这个。
你们妈妈安。好，这边那个格位标记的哦，我来念念看哦。我们安那扎古尼啊，我们那扎古尼啊，我们安古尼这个是什么？然后我们安那扎古尼这个只是什么？我们哈扎古尼这个又是什么？我们阿扎古尼，这个只是什么吗？我们阿扎古尼，好，我们阿扎古尼这个，我们阿扎古尼，这个也要回答也很简单，我们阿扎古尼，乌鲁东阿扎古尼。好，第一个，怎样会直接回这样的啊？马拉扎就这样而已呢。这个只是猴子啊，我们那扎古尼，我多嘛扎古尼，这个只是猴子啊。好，那我们那扎古尼，我鲁东啊扎古尼，这个就只是猴子了。我鲁东啊扎古尼啊，对了，这个就只是猴子了。我们那扎古尼。ban bea bifan mana ulutung mana 对，其实跟那个一样，对不对？哎呀，所以中文翻译的话，好像也差不多呢。这只能是看一下，慢的我要帮你讲。mana 这个叫改造能怎么了？那这边呢？这个能是什么啦？好，可以吗？可以接受吗？第三个，我们呢在乎你这个能是什么？这个就是猴子啊，这个能是什么？我们呢在乎你，对不对？好像这个中文翻译好像比较可以。这个能是什么？不是别的，这个能是什么？我们呢在乎你，哎，就它不会变的，它不会变别的了。我们呢，这个它只能是一只猴子，就是猴子啦。哎，我们呢在乎你，它只能是什么呢？这样子。它只能是猴子，所以我们的回答也只能说啊，是哦，嗨，这样子。我们的回答是马拉扎、乌鲁东、安萨扎。嗨，那第二个数字，好，我们来交给努过好了。你让我给努过了，你方便吗？现在？给了。第二大题。Papi naaza kuwawaisu，只有多少？只有几个孩子？Papi naaza kuwawaisu。Papi naaza kuwawaisu。Papi naaza。如果说对，怎么翻呢？我们你刚说，我们可以把那个再先去掉嘛。Papi na kuwawaisu。你有几个小孩？然后如果叫阿扎，papi na kuwawaisu。所以你只有几个小孩？然后 papi naaza kuwawaisu。你这个第二个我每次都卡在第二个，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去翻它，因为它跟第一个翻译有点，反正我们只要点雷同。我们只要有想，基本上是跟第一句一样啊。可是说，我们如果有想到那个强调的方式，对，就加上去，这样就好了。对，可是要加的那个中文字最好是主语翻不出来的，或者是像我刚刚那个到底的那样，其实我们好像没有，对不对？到底多少个？
这样就不是强调你到底多少，只有几个小孩，你到底只有几个，只有几个小孩，那就有强调嘛，对，这个就有强调了，到底加到底，就像之前的阿亚维达前面有讲，就是到底用到底，这个确定主语没有哈？外呢？好像没有翻哈。我看找一下，好像没有呢哈。尽量找那个没有翻不出来主语的。然后巴宾阿扎瓜维苏，巴宾阿扎瓜维苏啊，就那个到底就已经在里面。有呢，到底有呢。马上。喊你，宾阿喊你，还喊你。哦。喊你到底。还有没有别的字？没关系。所以我的意思说哈，如果我们中文强调不出来，那就大声一点就好了。对，因为我们的主语。巴宾那阿扎瓜维苏。我们只用那个前后的那个重音交换就可以了嘛。中文的话好像也没有前后重音交换，只能找一些字去加了。我觉得他那个第二句有点要有一个情境在里面，他才会去用这种语调去说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一样，但是要看情境，当时的情境。那你可不可以解说一下情境？比如说设计一个。一下子想不出来。一下子想不出来。第二个吗？第二个。有啥个都是。是有情境啊，是人家问你到底有几个小孩啊？是有那个情境啊。好，我来想一下哈。像第一个，Babina在国外说就是你只有几个小孩，对不对？你只有几个小孩这样子啊。达杜萨在国外不？好，就是上次讲的达杜萨。那Babina在国外说就是他又重复问他。他可能听不清楚，他又问他说：“我想起来，如果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有6个小孩在我旁边，然后我现在是带2个出去，然后你就问我说：“你们国外为什么？”你就问我只有6个小孩吗？然后我就说：“然后不到个比那比呢？”然后你可能就会问哇。Babina我这到底有几个啦？这样对，有这种，对，这个意思就对了。对，因为眼前已经看到有6个。可是他用中文就不好翻啊，他只能说就是强调，对，他就是特别强调，所以我才说他是看情境嘛，当时的情境去回答这句话。对。然后对，大概可以用这个啦。我刚刚讲那个情境，对。像第一个就是说，我要问你，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小孩啊。Babina挂照挂外是，就是我是猜想嘛，可能不是只有一个。Babina 这他都是在挂外只有2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点惊讶了，已经看到6个了，然后你又跟我说外面还有，我的。Babina 在国外是这样，国外是这样，所以有钱。老婆不打啦，你国外。不是我啦，哈。你打高没有我。然后第三句就是我们这个讲完就 OK 了，因为马老师估计刚没好。第3句就是 Babina 在国外是，这个要怎么讲 ？Babina 国外是 Babina 在国外是。
如果你这个可以解释吗？他就是在确认，就是在确认你到底是从第一句一直延伸到第3句的了。就是在确认嘛。他还不相信，他可能还要再确认。Apakah soal ini lah apa putar le minta kawan semua putar wawa sana。对，哎，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进行确认的，对，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好，就是也是谢谢老师的那个帮助。minta kawan wawa dah。那我们其实只剩下一个没有讲，这个其实就可以去那个了，剩下的我不知道，看看下一堂再说。因为10分钟就解决了，要吗？要继续吗？10分钟就解决了。好的，10分钟哈。这个也是一样了。那这个跟刚刚的那个意思又不一样，那是原本到底哈。你做过白书宁了，这个跟刚刚前面一样啊。你做第二句你做过白书宁了。好，看一下哈。这个不是讲过了。等一下，我看一下，看是不是差不多一样。你做过白书宁了，他的钱在哪里？那你做过白书宁，你做过白书宁，他钱到底在哪里？你做这个好像都一样哎。你做白书宁，你做我来看一下第3句，你做白书宁了。还能在哪里的意思？对，还能在哪里嘛？对，还能在哪里的意思？用快一点哈，我们看第2句哈。这个第2个例题，这个anu ira ko pasunira anu ira为什么anu ira ko pasunira anu ira ko pasunira？这个是原因吗？为什么他会有钱呢？anu ira ko pasun 怎么会？他怎么会有钱呢？他为什么会有钱？他为什么会有钱呢？那ira ko pasun 他为什么？他怎么到底原本好了，这个其实我们可能不会花只有10分钟我们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反正我们就是只留这一题也没有关系那今天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主语当中是有一点困难的，尤其在翻中文的时候。那为什么我想做结论为什么我要一直很强调那个中文？是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只是在族人之间彼此在互相安慰而已。如果说中文没有翻出来的话，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像那个我们几个老师就是说我们的中文一定要去很清楚的去辨认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教给别人，也可以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了。只有我们知道的话，这样很没有意思我们的那个我们推不出去，因为这个怎么分？我们韩国的叫你了，马上的叫你了，为什么前面高跟后面高？为什么这样？就疑问句、肯定句，他们分不出来啊，蛮啊。我们不能讲说我高兴了怎么样呢？我们不能这样讲嘛。对啊，
我们的主语已经快消失了，是真的，因为就是我们如果再不加紧把那个中文哈，因为马巴纳给他的中文我们就很好讲啊，马哈奈啊尼哈我们汉来意思，马哈奈啊尼哈马哈奈意思，这样我们就很好讲啊。小孩子说哦，原来如此啊，这样。汉자고비바이거는뭐가 썰好，晚安，汉고 비바，好的。晚安。哎，那个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我等下加你的 line 哦，我有事情要问你。好，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好的。好。哦，好，谢谢。好，拜拜。晚安，晚安。晚安。